再来看台北市信义区伫昨透早有一台沙石车弄到一栋大楼，市政府是赶紧疏散5户10来人，嘛伫大楼装6支钢条来加强结果。早起台北市监管处甲住户，佮有新北市的结果技术等单位到现场勘查，上紧1礼拜内调查报告会出来，再来决定讲住户敢会当搬转去住。监视器顶悬的画面，一台山石车直接撞入去路边公寓的牛条，不出白烟。代志就发生伫10月透早，住户为困忙当中拢行一条。你看那个柱子整个断了以后啊，那个柱子啊跑到他那个车子上面去，整个弯掉了。登记甲事发地点的顶卡将近50年的老公寓，除了疏散5户10来人，也紧急装6支 H 型钢条来支持，灌暗头补强。只是6支条啊，将店面围掉咧，未来安怎做生意，店头也真头痛。要看结构师的鉴定起来，他才有办法判是危楼还是那个可以拆除啊。北市府监管处会同上北结构技术工会甲住户上楼每一户勘查，除了使用精密仪器测量是毋是有出去，也进一步确认建筑物结构是毋是安全，都惊地动一来效果不堪设想。他当初的结构设计荷重是多少？那因为现在是6根钢柱在支撑着，它到底够或不够？侧向力、垂直力是现在分布的情况是怎么样？我们会去做一个了解。我有要求所有的焊接要在确认一下，全部所有的环绕焊都要切实的再焊好。所以我们昨天到告一段落才收工。鉴定报告上紧伫1礼拜内出来，到时阵市府会通知住户是毋是用转去。即马伫结果还未出来进前，大部分的住户只好住伫旅馆内底。要住户讲，即马干呢用行一步算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